我是现在真是累死我了，哎，坚持一下大爷，过了1座线就到了。想一想，今天还要提吗？屁股已经疼了。你不是没吃吗？啥时候给我买？你自己买嘛，现在二手直播嘛才6万6，便宜还抗造。放木瓜剩下也不心疼，二手这靠谱吗？大笔代买嘛，瓜子没带质都有官方监视，免费提供保险理赔记录，期光清洗，有质还有2万公里质保。听你说的，买二手这瓜子还一定有保障。是的。孩子坐。
疼了。没手时间大爷，爷爷不让我摘。如果这么好吃的话，1个2个月再养没问题。